知唔知道一年入邊幾時進補係至緊要嘅呢？就係家陣啊，小雪節氣過後，尤其係今年啊，60年一遇嘅青龍無春年，甲辰龍年遇上咗冇立春喎，春意少咗，寒氣多咗。過咗小雪之後呢，一定要留意呢3樣嘢。第一呢，就係防風啦，嗰啲刮大風你實識得防啦。自閉翳呢，就嗰啲攝灶罅嘅邪風啊，一唔留意好易中招。第二咧，今年千祈唔好捱夜啊！捱夜咧就至容易破氣噶啦。朝早起唔到身咧，你又吸收唔到嗰啲正氣，所以咧你咪容易越瞓越攰啦。呢個時候咧，不妨可以攞啲黃芪嚟煲水飲下，試下呢一味黃芪蘋果茶。黃芪咧至好揀呢一種柳葉片嘅山西大同黃芪，更加道地嘅食材，夠6、7年新噶啦。如果呢種壓片嘅甘肅黃芪咧，其實好多都做唔夠1年噶，攞啲機器壓扁佢賣俾你，爭好遠噶。黃芪片咧要剪到佢細片先至容易出味嘅，搭配埋蘋果、麥冬、枸杞、紅棗。嗱，蘋果咧就唔好批皮噃，記得唔好切到太細粒，而且要去核。放晒啲湯料入去之後，大火先煲滾，再細火煲多1個鐘就飲得噶啦，不妨飲多幾次啦。第3咧就係防燥啦。嗱，無春年咧冬天會更加乾燥嘅，唔夠潤嘅話咧，來年身子咧就會更加薄噶啦，可以不妨煲多啲石斛水嚇。呢樣嘢下次再講。